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陈随意先生和谢怡君小姐夫妻档两个人合唱的《红岭乡》这首歌呢轻快好听，咱都看爱的看，也节奏呢几分钟有80拍了哈，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当，的这个节奏轻快好听，这是一个C大调4拍子的歌曲啊。等一下来介绍给大家，作词作曲呢是好棒棒的拍拍手石国人老师啊。那我们看一下呢 C 大调的它的第一个音呢是低音的咪在哪里？咪咪咪咪咪咪咪节奏呢80，我们把节奏器打开，1 2 3 4 1 2 3 4，这首歌呢，因为我一个人要唱男生就查甫了哈，嘛爱唱女生查某哈所以呢，对我来说这首歌呢音域就比较高。就比较宽同学问我音域是什么物件那我跟大家报告，音域这种物件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最低音到最高音这首歌最低音是一个低音的咪，最高音呢是高音的 re。 哇，咱刚才看安家跟家这楚河汉界都差这远啦咱用算的看安尼拢总有几度啦。我们常常说我们上次有教唱大家练习音阶练习哆咪瑞发，我说哆咪是什么？3度音，对不对？来个哆瑞咪是3度音，所以呢从头到尾都要数，对不对？好，我们从低音的咪开始数到高音的瑞来，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这首歌呢女生加男生总共有14度音所以等一下我唱起来万一这个高音像杀鸡一下，那就请大家来见谅一下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谱的这一块，它这里会写，比如说这首歌它就会写低音的咪写一个3像这样子一个3低音点一点3，然后画一条线像电脑的那个一个像蚯蚓一样的画一个蚯蚓，然后到这个到这里的 re 点一点就是第一告诉你这首歌的音域是多宽，低音的咪到高音的 re 我们来用数的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有14度音那这是因为两个人一起唱嘛，所以其实也不会难唱如果是一个人唱14度，那就不好唱了通常呢，我们会在一首歌我们大概大概12度13度就已经不好唱了这一首歌是因为男女合唱，所以才会有14度。来，我们来赶快来看一下这首歌嘞。来，第一个音我们刚刚看咪咪咪咪节奏器打开，咪嗦嗦拉嗦拉哆哆拉哆，咪嗦嗦拉嗦拉哆哆拉哆，想你的形影都有装饰音，想你的形影，一阵风铃声，想你的形影，一阵风铃声，拉嗦咪咪瑞哆，嗦咪咪瑞哆，哆有1拍嗦咪咪瑞哆。哆啦哆瑞2 3 4，嗦咪咪瑞哆，哆啦哆瑞2 3 4，将棒拍山，将棒加一点庄音，将棒拍山，春孤单3 4，将棒拍山，春孤单2 3 4，咪嗦嗦拉嗦咪瑞咪拉哆，这个嗦也是1拍所以也比较长一点点。还有这个面，请你要加装饰音，咪嗦嗦嗦拉嗦，甜爱免惊要免要加装饰音，我的心，然后请停半拍咪嗦嗦拉嗦咪瑞咪拉哆，心爱免惊我的心
伫遮，为什么我一下提醒你这里要休息半拍啦？心爱毋免惊，我的心伫遮，瑞哆啦，拉嗦瑞拉嗦。拉嗦哦，这里还有一个半拍哦，然后才瑞哈，瑞哆啦，拉嗦瑞哆啦，拉嗦瑞，请等你醒来。哎呀，很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定拢等你回来哦，请不要犯我的这个错误，这最佳错误示范哈。等你醒来，搁一摆来，等你醒来，难相我，等你醒来，难相我，这个尾音要念出来哦，就不会抢拍了。来，心爱按下，心爱毋免惊，我的心伫遮。等你醒来，难相我，哆来咪嗦咪瑞咪哆瑞哆嗦嗦啦，哆瑞咪嗦咪瑞咪哆瑞哆嗦嗦啦，目一年已经3650天，已经瑞嗦咪目一年。嗦咪目一年，咪嗦咪，我这里有加装饰音啊，已经目一年，已经3650天，目一年，已经3650天。啦哆瑞咪啦嗦啦瑞咪瑞哆，1、2、3、4。啦哆瑞咪啦嗦啦瑞咪瑞哆，1、2、3，幸福两字的当写完一世人，写完一世都有2个音，幸福两字的当写完一世人，2、3、4，这个人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是不是怪怪的？是哈，我们用它光读这个字人就是2个音，所以一定要把装饰音读出来哈，唱出来哦。来，目一年来，目一哆瑞咪，目一年。已经3650天，幸福两字的当写完一世人，2、3、4唱到这里主歌就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1、2、3、4。想你的形影，一阵风铃声，将梦打散，剩孤单。2、3、4，心爱毋免惊，我的心伫遮，等你醒来，难相我，目一年。已经3650天，幸福两字的当写完一世人，2、3、4，来，接下去副歌。啦哆哆瑞哆，2啦嗦嗦咪嗦，啦哆哆哆啦嗦，2、3，再一次啦哆哆瑞哆。这一句比较高，请核心要 hold 住，嘴巴要怎样？对，张大哈。啦哆哆瑞哆，2、3、4，啦哆哆瑞哆，啦嗦嗦咪嗦，啦哆哆哆啦嗦，2、3、4。有情的海角，愿意予我住，我就是你的靠山。2、3、4，有情的海角。这个地方因为比较高，所以请你唱到海角，嘴巴一定要张大我们接着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呢借着这个外观的这个肌肉张开啊，把里面的肌肉里面因为总不能用手进去把它拉开嘛对，借着外观的肌肉张开把里面的肌肉也打开这样子这样子的话这个声音才会从这个头腔出去来，有情的海角，愿意予我大，我就是你的靠山。二三，再一次，有情的海角，愿意予我大，我就是你的靠山。二三四，咪咪咪瑞咪嗦，咪瑞咪咪瑞哆哆哆。啦咪瑞瑞哆咪瑞二三，咪咪咪瑞咪嗦，咪瑞咪咪瑞哆哆哆。啦咪瑞瑞哆咪瑞，无限的天涯，愿意春风看，愿意算风，有2个音啊，无限的天涯，愿意天涯，这个我有尾音有一，请要唱出来无限的天涯，愿意算风看，温柔是你的背影，温柔再停半拍，温柔是你的背影，搁一摆，温柔是你的背影，哆来咪瑞咪瑞哆嗦啦二三，哆来咪瑞咪瑞哆嗦啦二三，风铃声摇叮当阮心情二三，风铃声摇叮当阮心情二三，啦哆瑞瑞咪瑞嗦哆咪瑞，瑞咪前短后长这个瑞咪瑞嗦哆咪瑞瑞咪瑞瑞咪瑞嗦哆咪瑞，点点看，微微笑，你想啥？点点看，微微笑，你想啥？是哆哆瑞瑞哆啦，嗦嗦啦啦嗦咪，哆哆瑞瑞哆啦，嗦嗦啦啦嗦咪。一生对你行，听你若是命，一生对你行，听你若是命，瑞咪瑞嗦咪瑞瑞哆二三四，瑞咪瑞嗦咪瑞瑞哆二三四，牵手是咱的命。牵手是咱的命。好，这首歌呢，唱到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然后呢，间奏之后呢，又从用你的形影又开始唱，一阵风铃声，将梦拍散。春孤单二三四，心爱不免惊，我的心。伫遮等你醒来，难相我。目一年已经3650天，幸福2年的当下，阮一世人。二三四，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再一次来。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哆来发咪，来再一次。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予我大，就是男生唱有情海角了，关于予我大的时候，女生要唱合音。来，我们唱这里，男生有情的海角，关于予我大，后面就通通都是按谱唱。女生怎么唱呢？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二三，予我大，再一次来，有情的海角，来。
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2、3，予我大我着，是你的靠山，2、3、4，无限的天涯，愿意双风看，温柔是你的背影。好，来，我们暂停一下，跟大家报告，第一次唱第一遍的时候，从头唱到最后面牵手是咱的名，间奏再来呢，想你的形影，又开始唱，又唱到牵手是咱的名，2、3、4，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予我大因为我一个人没办法唱同时唱2个声音，所以男生唱有情的海角，愿意予我大，我就是你男生继续唱不要管他女生呢？女生我们要先听男生唱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你马上要唱有情海角，然后呢我们用数的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2、3，予我大就是女生要唱什么？有情海角，2、3，予我大，再一次有情海角，2、3，予我大。好，我把这一句连着女生唱然后大家听听看来。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2、3，予我大，我就是你的靠山，2、3、4，无限的天涯，愿意双风看，温柔是你的背影，风铃声就震动阮心情，2、3。点点看，微微笑，你想啥？这里一定要微微笑这个微很短微微笑，微微笑，不对，微微笑，你想啥？3、4，一生对你行，听你若是命，牵手是咱的命。唱到这里呢，这一首歌呢，我们总共唱了2遍半，对不对？就唱完了，就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间奏，第二次从头到尾来我们来唱最后一句，然后连后面的半段有情海角就是副歌，来怎么唱呢？牵手是咱的命，2、3、4，有情的海角，有情海角，2、3，予我大，我就是你的靠山，2、3、4，又给大家复习了一遍，这样清楚了吗？这首歌呢轻快好听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把它练习起来开心的场合来男女合唱这首歌挺好的很适合那种开心的氛围好，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您若喜欢呢岳云呢介绍给大家的这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到 YouTube 频道来订阅按赞而且呢用力的给我们分享要记得打开铃铛才会有通知讯息通知你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